煲湯剩嘅菇唔好丟，整返個西式下飯神器先至識彈。講真，我同大家一樣，煲湯無菇唔歡，冬菇、猴頭菇、雞松茸輪住上，諗住飲湯補身，結果湯飲完，碗底啲菇就慘咯。屋企人見到都搖頭，湯味都冇晒啦，食佢做咩？我自己都唔想浪費，但又唔知點算。之前真係 wing 過好幾次，後尾諗通咗。諗唔到就轉個玩法嘛，早2日煲完湯，又剩低一大碟菇，我臨睡前拍板，第二朝早餐整搞掂佢。起身第一件事，將啲菇揸乾水，唔好有太多湯水，否則煎唔香。燒熱鑊落少少橄欖油，菇一放落去就吱吱聲，慢慢煎到邊邊有少少焦，聞到陣菇香先收手。呢個時候關鍵步驟嚟啦，淋少少紹興酒，鑊裏面噼啪一聲。香氣即刻上頭，冇紹興酒都唔使慌，屋企有白蘭地、威士忌，倒少少落去，個味仲高級添。不過記住唔好倒太多，唔係變成醉菇就搞笑啦。調味呢步要醒目，菇菌想食出鮮味，鹽真係要比平時煮餸多少少，唔使驚鹹，慢慢試。覺得差少少味就加啲蠔油，至於味精，我同大家一樣，見到就想閃。今日唔提佢，兜勻之後，其實已經可以上點，但我有個靈魂操作，敲隻陽光蛋落去，等蛋黃流心，你估下點？個流心蛋黃一半開，即刻變成天然醬汁，裹住啲焦香菇粒，一口落去，菇又着勁，蛋黃又 creamy， 連平時唔食剩菜嘅小朋友都問我媽媽，聽日仲有冇呢個菇菇？其實煮餸冇咩秘笈，剩嘢唔好怕麻煩。試多2次就有新花樣，就算鹽落多咗都唔緊要，